跑馬仔啊！跑馬仔。肌肉咚。喂，跑馬仔。跑馬仔，嘢。肌肉咚。邻近的天下人就来谈这半年搞得非常不好啊。对马来西亚来讲，就是我们对他有期待，有希望，但是也是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啊。阿根，这个，这个两岸关系的改善，这个呢？有人搞点是吧？是吧？哇，准备中国。啊？準備咁話？都未過去。佢話一陣間好辛苦，佢企你得佢幾大體力啊！係咁撲上撲落，喺度都係咁左擰下右擰下，係搞掂㗎啦。呢啲夠玩啊，有排啦。踩死我啦，師！喂，唔好咁大聲啦，就知道都撞到個頭。1950咪同我哥一樣大。話佢香港腳唔行台灣路，馬英九受爸爸影響，18歲加入國民黨。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後，攞到獎學金去美國進修，取得哈佛大學法學學位。啊步入政壇，擔任已副上中國總統嘅英文秘書，又做咗不要證明好好的辦一場乾淨的選舉。93年任法務部長，大力宣傳黑金事，黨內層面馬英九廢武前，到大學做法律系教授，講過唔再接觸政治。90年民主選舉喺爸爸同黨內人士力勸下，早臨危受命，遠登西方嘅站台。快速打擊，到繼續太陽標。呢個咁咪有，呢個又。擊敗陳水扁當選市長。啊，點解呢個咁嘅死燈輝啊，點住槍頭嘅？將特別費前日私人千幾萬新台灣服務送馬英九貪污。城市公園可以說以青年支持最終做法，卻是以這種歧視對澳洲公開賽冠軍舒拉布巴對住同樣嚟自俄羅斯嘅古斯尼蘇娃，互戰3盤輸波。舒拉布巴今場表現猛烈，先輸一盤3-6。第二盤雙方各有打破對手。哎呀，good girl喎，屙尿尿喎，係咪啊，朱浩松啊？